咩話？香港而家呈現左手衰落、右手繁榮嘅矛盾現象。本土香港人是否俾呢種矛盾夾喺中間呢？首先睇繁榮嘅一面，香港 IPO 重新翻到全球第一，高才通推出嚟1年已經批咗33萬個申請，實際落戶嘅有22萬個。仲有優才專才呢啲人才引進計劃，源源不斷為香港注入新鮮嘅血液。再加上口罩令鬆咗之後，之前好多留喺外地嘅港人幾乎翻晒嚟，香港人口已經翻到750萬，而且香港身份依然係硬通貨，有5年嘅免費教育、國際級醫療、低稅率呢啲幫扶政策。目前喺金融同貿易嘅領域中，佢嘅地位係內地城市無法替代嘅。近年嚟，新嘅香港人才大多係科學家、企業家呢類高精專人士，佢哋都係俾香港嘅開放環境同低稅率吸引過嚟嘅。雖然香港同時貌似有啲衰落，或者有面臨挑戰嘅地方，開始有人唱香港經濟唔得，人才流失，越嚟越普通化，但實際情況並非係咁。雖然香港的確存在資源分配唔均勻嘅問題，俾大家睇數據，香港總人口全國排第45，平均人口密度仲唔夠東莞等城市，但係行喺街道又覺得到處都係人。點解？因為人口極端集中喺市中心，比如喺觀塘區，每平方公里差唔多有5.9萬人，但喺新界咧連人影都冇幾隻。皆因大家都中意湊喺交通方便、有身份認同感、商業又多嘅市中心生活，加上好多土地又喺大家族手上，新區域想開發受限太多，結果就搞到市中心寸土寸金，好多地方又白白閒置。講真嗰句，香港真正俾大家競爭發展嘅區域係唔夠280平方公里，先係深圳嘅30%，但係人口咧又逼多70%喎。你話離唔離譜啊？仲有新嚟嘅人才咧都要面臨好多困境，住屋細到離譜，語言溝通唔便，小朋友讀書咧又難搞。就算政府設咗人才服務窗口，但文化融合又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好多人又租唔起中環嘅樓，每日通勤咧成2粒鐘，點可能唔攰？同時香港物價高，選擇又少，一杯奶茶嘅價錢咧係深圳嘅2倍，商場停車貴就唔講啦，連車位都好難揾得到。內地遊客落嚟香港已經唔係正式得買嘢啦，反而中意去南亞島行山啦，去大排檔食嘢呢類深度體驗。加上而家週末北上消費咧，已經成咗港人嘅常態。不過唔使擔心，香港獨特性並未消失。回望歷史，香港嘅繁榮從嚟唔係靠唔同群體帶領唔同口味、唔同口音、唔同方式堆砌而成。佢嘅獨特之處，從嚟唔係某間鋪頭嘅固定味道，或者係某個品牌，而係開放、聯通同國際化。而家香港越嚟越接地氣，越嚟越同大灣區協同發展，雙城生活都成咗大趨勢。但只要佢嘅制度優勢喺度，就絕對唔會淪為一個普通嘅城市。一個城市嘅魅力唔應該係靠擁逼帶嚟嘅繁華，更加係要俾到每一個人揾到自己嘅發展空間。